专心为我做事，不要胡思乱想。10年之后，无论我胜与不胜，都会还你自由。此话当真？倘若我输了，你自然恢复自由之身；倘若我赢了，那时候以我的实力，你对我也毫无用处，我自然会放你离开。好，一言为定。10年之内，我会全力助你，而你，也记住你说的话。我方寒说到做到。你这10年之约，也与红衣有关。不错，修行之路生死无常，可弘毅之死却是人祸。争权夺利，勾结魔道，戕害同门，这些账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，谁也跑不了。